台南市议员蔡玉辉、蔡淑慧甲李中琴上午的联合总质询，首先以行动剧的方式，扮演高端二期的人体实验解盲，扮演前副总统陈建仁住的是安慰剂，而且伫3期搁咧进行中，政府就先来采买国产的疫苗，开放民众来预约登记。3位议员认为，如果高端的综合抗体效价比 AZ 要悬出3-4倍，建议中央是毋是嘛爱回赠予友好的国家？咱高端的总经理讲，因这个高端疫苗会当应付印度猪呢，会低头呢？咱有耐心，咱敢送疫苗咱，人即马东京办奥运，美国咧出问题，咱高端疫苗会当用印度病毒株，咱爱回正一下。我们当然很希望国产疫苗、高端这个疫苗，真的是为了防范我们这个金融新冠肺炎是非常有效的。然后也借由我们的量产之后，能够做好国民外交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要说国民外交，连国内的要接受的程度都不高。咱就算要支持国产疫苗，但是我认为所有的认证跟所有的实验一定要到位，才可以让我们台湾百姓打得安心啊！无你看，因为做疫苗的关系，造成足侪状况，但是咱的政府就唔敢讲，伊是因为做疫苗发生啥物代志的，敢是安尼？对啦，我建议啦，对啦。另外，议员李中琴也批评台湾对过去的防疫自由性，伫个短半年后变成防疫的后段班，原因除了出伫个疫苗的覆盖率，另外对今年疫情的大爆发，到底谁爱来负责任？议员表示，历史拢会有记录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